贏得你季內第一場頭馬，對馬迷嚟講可能係個驚喜啊，但係對你自己嚟講係咪都一個驚喜嚟咧？我就冇話特別驚喜，即係我要跑每一隻馬，咁啊馬師同埋馬主好信任我啦，俾我可以出賽啦。咁我都係跟足齊騎指示，輝哥話順住出，到直路唔好心急，慢慢騎，咁隻馬就會交出好強嘅後果嘅。咁我就跟住個 instruction 啦，咁啊做好每一步，唔好有錯。呢匹馬過往就喺4班度個證明都幾強啦，但係喺3班嘅證明就好似就爭少少。你自己賽前對佢嘅信心又點樣咧？我賽前就冇諗咁多嘅，我都係做好自己本分，發揮隻馬100%，交俾馬主啊、練馬師各大馬迷都好跑到最好啦。咁啊，今季其實暫時嘅上陣次數就唔係好多，其實呢一場賽事嘅呢場頭馬對你自己個信心有冇啲即係嗰啲轉變咁樣咧？一定有啦，有一場頭馬咁啊，大家會俾多啲機會我啦。雖然我知我自己就依家就唔屬於好多馬跑，但係如果俾得我跑嘅，我都係一定會發揮100%嘅隻馬嘅應有嘅表現啦，係啦。預祝阿東東今季繼續贏馬，繼續有好表現。OK，多謝，感謝你 ，thank you，thank you。喺度多謝香港本地穩收足球廣播站嘅贊助嘅。8月5大聯賽強勢開波啊！足球業內講師每日都會喺群組免費同大家交流多年研究心得，命中率係高達80%嘅，冷熱齊集。想淡定有錢整，即刻點擊加入聊天室，齊收足全季各大賽事啊！Hello， 大家好，啱啱聽完毛顯東嘅訪問啦。今次呢係佢今季第5匹坐騎，跑咗8次賽事，第5匹坐騎，咁就開到齋。輝哥都好撐佢，咁當然啦，俾得毛顯東跑咧，個賠率都相當之好分啦。咁呢一隻馬其實本身咧係阿細潘跑嘅，咁但係細潘咧就要騎翻佢嘅嫡系坐騎愛心神駒，咁所以佢就騎唔到呢一隻勁大威猛。所以咧咁就順水推舟，幫阿毛顯東咧就執翻場先，好緊要嘅呢一場馬，因為毛顯東咧其實上季已經俾阿馬會發咗封最後警告信，就話佢成績唔達標，如果今季仲係咁咧，係冇牌嘅。咁我見佢個開季真係陰功嘅，有乜理由跑咗8個賽日得5隻馬跑？喂，大佬啊，最差嗰個董明朗起碼都有20幾隻馬跑啊，平均1個賽日都冇1隻馬跑，乜佢個騎功真係差到連1個賽日跑1隻馬嘅資格都冇咩？其實真係心噏嘅，佢唔同近季黃志雲、黃俊同埋陳嘉熙，佢哋因為墮過馬，各自嘅身體問題，騎功係比以前差咗。但係毛顯東咧，佢個傷患咧相對係少啲，佢墮馬次數亦都咧係少啲，所以其實佢個騎功一直保持一個幾唔錯穩定嘅水平，算硬淨嘅佢係啊。咁所以我希望今場頭馬咧可以吸引到啲馬主嘅目光啊，練馬師嘅目光，有時候更重要係個馬主嘅目光，馬主信唔信任？係啊，因為練馬師其實好似阿威哥啦、阿輝哥啦其實都好撐佢，特別威哥都真係好撐佢。奈何你話撐佢啫，馬主一兩句出到聲啦，咁話喂麻麻地喎，咁冇計嘅。佢都要同馬主交代，佢都冇乜say盡撐噶啦。咁有幾多個好似天象龍區馬主優生咁，即係身體力行堅持係俾佢跑啊！或多或少其實阿 KK 蔣家琪都幫咗唔少手嘅，因為隻馬咧佢都係有份引入嘅。咁阿蔣家琪其實佢某程度上都係好撐毛顯東，以前嗰啲自力更生啊，或者好學習咧，佢一路都好撐呢個師弟嘅。仲有就係喜悅一生都係。不過鄭俊偉馬房，咁所以希望今場馬咧係可以增強到咧馬主對阿毛顯東嘅信心。事實上佢真係騎得㗎。喂，大佬好簡單，上年佢鬥贏邊個啊？荷花之星鬥贏潘頓啊，老細係嘛？荷花之星走3碟，咁樣轉彎法，隻馬走得好順㗎，平衡攞得好㗎，而係鬥贏美麗之光潘頓。佢上年係2次鬥贏潘頓嘅。喂，咁你話渣得去邊啊？有乜理由連一個賽日平均都冇1隻馬跑啊？所以我真係希望佢平均每個月都有1場頭馬交出啊，起碼攞住10場頭馬嘅話，到時候季尾續牌啊都有數講啊，係咪啊？
都係嗰句，佢既然唔係因為傷患問題影響到佢個表現同騎功大幅下降，唔應該咧係咁早轉幕後嘅。同埋我好想強調嘅就係，既然唔少人都認為依家騎校訓練時間過長，由佢入去受訓，跟住見習學員，去到出嚟有機會做騎師，哇，搞6-7年、7-8年，近10年都有。佢哋咁辛苦先出到嚟做騎師，就俾你一句話，喂，你成績咁廢，都贏唔到馬冇馬騎，退落嚟啦！你諗下對佢哋幾香？所以如果有人睇緊呢條片，身邊有朋友係馬主嘅，或者咧自己本身都係馬主嘅話咧，咁阿東東其實晨操又可以幫你操馬，又做到輕磅，咁出賽跑咧，佢實有心機嘅，鬥志唔使懷疑，你唔使驚啲騎師古靈精怪，我相信佢唔會咁盡力肯交嘅時候咧，又有啲分頭啊，咁值得咧係支持下嘅。OK， 我唔識佢噶，佢都唔識我嘅，我純粹憑良心說話，我撐你嘅毛顯東，希望你今季夠數。OK， 所以如果有人睇緊呢條片，身邊有朋友係馬主嘅，或者咧自己本身都係馬主嘅話咧，咁阿東東其實晨操又可以幫你操馬，又做到輕磅，咁出賽跑咧，佢實有心機嘅，鬥志唔使懷疑，你唔使驚啲騎師古靈精怪，我相信佢唔會咁盡力肯交嘅時候咧，又有啲分頭啊，咁值得咧係支持下嘅。OK， 我唔識佢噶，佢都唔識我嘅，我純粹憑良心說話，我撐你嘅毛顯東，希望你今季夠數，下季仲有排。好啦，嗱，最後咧，今日咧，我真係俾隻馬嚇親，隻燈膽將軍咁贏得誇張，又係收韁贏，不在話下啦。今日咁多場馬，你計泥地、草地都好，對面直路即係起步，去到轉彎，全部都係順風，所以頭2段嘅時間係偏快，但係去到尾嗰段。最後直路400嗰度係吹逆風，所以今日9成嘅賽事都係慢過標準時間嘅尾嗰段。OK， 最後直路時間，大家望下燈膽將軍呢一場馬，佢居然不單止喺最後400做到個好靚嘅時間。成場賽事嘅末段亦都係比標準時間快，係極少數今日嘅賽事最後400末段時間比標準時間快，佢仲要係收韁嘅臨尾。你睇下呢一度都收啦，照贏3個馬位，呢樣嘢先得人驚啊嘛！喺逆風最後400做呢啲時間係好誇張。咁黎超星都話會跑4歲系列賽啦呢隻，咁當然啦，今年其實個4歲系列賽係好睇嘅，亦都同翻近呢1-2年係差唔多，就係PPG 嗰個嘅質素咧係好過啲 PP 嘅，咁所以睇進度啊，要睇進度啊。咁呢馬晨操好彩咧就定嘅，我睇佢下場開始會增程咁睇下黎超星，既然有一匹大賽嘅棋子，就睇下佢可唔可以冇得掂啊？呢個時候就真正睇到黎超星真正實力係去到邊啦。好啦，咁今段片嚟到呢一度，多謝大家嘅收睇。如果中意嘅話咧，就俾 like 啦，同埋就訂閱埋我嘅頻道。咁禮拜3先跑馬喎，到時候再傾啦。